再来看咱台湾今年是以主题国受到邀请去韩国要参加首尔国际册展哦。今年的台湾馆是以台湾感性做主题，有23个作家嘛去韩国交流，那么做伙来了解。你车重心是来带路啊，啊要将兵向鼓鼓，我来行鼓路。大部领大家孙，都来叫阿叔，节目启动。 台语乐团曾卡人音乐创作结合传统八馆，也用鬼怪奇谈和台湾历史等等主题材。因为头一张专辑也冠选张入围2022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主唱张家祥嘛出版同名小说，伫咧2023年受到金典奖的肯定。今年张家祥嘛要去韩国首尔参加国际册展分享，另外也要归团搬过去遐演出。比如讲会讲到台湾的几啊个啊。 台湾的信用，比如讲水老嘛，还是讲到即个八卦音乐，还讲咱台湾人要做音乐的，台语是啥物件？台语和中国闽南话有啥无共？台湾今年受到邀请要去韩国参加首尔国际册展，这是70年来韩国上大型的册展。咱台湾馆也以台湾感性做主题，由文化内容促进院主办，和台北册展基金会承办。咱阁有23位台湾创作者要去交流，透过对谈、创作活动和文化体验等等，计共有60场以上的活动，来让韩国人看到台湾多元的文化。书籍的内容是所有文化产业故事的一个源头，把台湾的内容、台湾的 IP、台湾的故事推介到世界上去。台湾感性。 分成6个不层面，一个是文学的感性，一个是图像的感性，一个是土地和旅行的感性，一个是饮食和娱乐的感性，还有一个是 lifestyle 的感性，最后一个是历史的感性。 首尔国际册展拍算自大概18办到2日，台湾馆拢总有85间出版社参展，有精选550本册，希望透过台韩的文化交流来带动台湾文学创作伫咧韩国的能见度，嘛希望透过无共款的文化风景，和韩国的读者愈了解台湾，促进台韩关系。记者卢尚祖、郑俊尧台北报道。